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砸大昭寺。宣传队或者文艺小分队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凡是革命者都善于制造标语口号，制造革命术语和政治运动，制造没完没了的集会和狂欢。除此，还善于制造无数令群情激愤的革命歌曲文革中，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将多首西藏民歌的旋律挪用，重新填词，内容都是以藏人口吻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军队。这些所谓的西藏革命歌曲在全中国流行，也在西藏流行。包括这首歌被这些穿着藏装以表明翻身农奴得解放的中学生们激动地唱着：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巴扎黑。两个正在鼓掌的女孩都是拉萨中学宣传队的演员，照片上的背景还是在松丘拉瓦。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在松丘拉瓦排队集合，阳光把红缨枪的影子投射在女红卫兵的肩上，看得出这是一个艳阳天。而照片上的这位女红卫兵也出现在后面的图片中。其实她有着一个不同于普通红卫兵的故事，后来是虔诚的佛教徒，已于几年前在拉萨去世。这是大昭寺的前院金阁，坛城之意。在拉萨红卫兵破施救这一天，满地堆积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据说很多都是从楼上的佛殿里长廊上抬来再扔下去的。二楼露台上的10几个人都是红卫兵，其中还有几个扎辫子的女红卫兵，还有2人时时蹲伏着，又时个头矮小的小孩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似乎正欲往下扔。楼下很明显的有3个手持红缨枪的男红卫兵，角落深处还有4个穿军装或军便服的背影。传统上，金阁是藏历正月期间在大昭寺内举行摩浪清末的所在，彼时有数万僧人裹着绛红大氅围坐于此，齐声诵祷的盛况。院内主要安排哲蚌寺的僧人就坐，其他寺院的僧人则环坐于转经回廊，甚至挤满了2楼呈凹字形的露台。达赖喇嘛则从3楼围着金黄纱幔，其上金顶闪耀的圣穹，尊贵者的寝室，又称日光殿，款款而下，端坐在庭院左边的金黄法座上，亲自主持这1年1度的盛大法会。1989年3月，在这里举办了最后一次祈愿大法会。由于发生所谓的骚乱，摩浪清末尊被禁止。据一位知情者在其传记中透露，引发藏人抗议的导火索是在法会即将结束的当天，西藏的某位藏人高官带着北京的几位汉人官员擅自闯入达赖喇嘛在法会期间下榻的日光殿，掀开遮着窗户的黄绸幔，东张西望时，被聚集于庭院正在举行佛事的僧侣们发现，认为是莫大的亵渎，激发起愤怒情绪。为制服深重的不满，手持武器的中共军队闯入大昭寺内，抓捕殴打被视为分裂分子的无数僧侣。一位因躲藏在仓库里免遭厄运的喇嘛回忆，第2天，当他走出藏身之处，已经空空荡荡的庭院到处散落着藏式木碗和僧人的披单、鞋子，那都是匆匆逃跑的僧人遗下的。
更令他震惊的是，除了这些，地面上还有一层已经结了薄冰的血迹。如今这个庭院在平日里显得洁净安宁，而在宗教节日和藏历新年期间却格外拥挤。来自全藏各地的信徒排着长队去朝拜释迦牟尼等身佛像。供奉这尊释迦牟尼像的殿堂觉康是整座大昭寺的中心，是那些长途跋涉甚至用身体丈量条条朝圣之路的藏地百姓最终的向往。也有拉萨附近的寺院或者有家庭邀请的僧侣在这里举办法会，但由于当局的限制，此类法会的规模越来越小，今已被取消禁止。这2个女红卫兵都是拉萨中学学生，左边这个出身大商家庭，后来与达赖喇嘛家族的亲戚结婚，是居住帕国一带的普通居民，几年前去世。右边那个也出身大商家庭，现为退休干部。经仔细辨认，发现他俩正是前面那幅照片上站在大昭寺2楼露台上往下砸施救的其中2个红卫兵。顺着他俩的视线往下看，那儿正是堆积着被砸烂的无数佛教圣物的金戈庭院。右边那个年轻女子的衣服上还沾有很多尘土，他俩是不是因为表现不错而被批准火线加入红卫兵？这个正在挥动铁把猛挖大昭寺金顶的女红卫兵是谁呢？因为只是侧影，很多人都说得含糊。直至2004年藏历新年期间，在拉萨2个不同的人家里端详这幅照片的都是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竟都认出了她，一个家住泸沽居委会的女孩，出身翻身农奴家庭，据称是拉萨中学最积极最敢作敢为的学生。武斗期间是大莲子下属组织的头头，后来是西藏电视台播音员，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现已退休，居住北京。但也有人肯定地说他是另外一个人，也是拉萨中学的学生，也非常积极，现任自治区妇联的官员。这是大昭寺的正面，与18爷对照，可以看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牦牛毛编织的幡状消失了，巨大的鎏金宝瓶和6角悬挂的铜铃消失了，由金色法轮和左右两侧的毗目祥铃构成的祥铃法轮也消失了，而5星红旗还在飘扬着。20多个手持红缨枪的红卫兵正在安放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从上往下看，镶嵌在红墙上的心形图案，其实里面镶嵌的还有鎏金铜树的石像自在。藏语 Nangjiwangdan 是藏传佛教的象征之一，被认为极具了神圣意义和力量，具有装饰和辟邪的功效。右边的已被掏空，左边的正在被挖出。站在下面的人群中，唯一转身可以看见面孔的人是拉萨市第2小学校长阿王，半汉半藏，后任拉萨市文化局副局长，于1970年代末去世。这棵生长得极为茂盛的大树是西藏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棵树，唐波古柳，简称唐柳，又叫公主柳。据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西藏的异国女子从中国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国女子就是最终变成神话的唐宗实之女文成公主。西藏人则称这棵树为觉悟扎，意思是佛的头发。这是因为文成公主带来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
但今天仅剩下一节有生命的干枯树桩，而在原址前生长着另一棵稀疏的柳树，是文革以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唐柳的替代品。这棵树正是在1966年8月24日这天遭殃的，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松鸠的洼上，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无舵抛掷石头，还有农药66粉。66粉纷纷扬扬地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洒在活过了1000年之久的唐伯古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树中和传说里了。但另一样见证还在，它就是唐波会盟碑。西元823年，藏王赤勒巴坚与唐王朝为划定界限，互不侵扰，信守和好而立下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伯与伯国受安，汉以汉国受乐。在照片上正是掩隐于石砌围墙内依傍古树的那块古碑，仅现小半截。如今尽管铭刻其上的藏汉两种文字因日久风化极难辨认，尽管已被重新垒砌的高高的石墙挡住，加上门户，它依然提醒着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至于墙外的另一块高大的石碑，名为劝人总斗碑，立于清朝乾隆年间，鉴于当时天花肆虐，夺走生命甚多，驻藏大臣何宁撰拟此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王朝在形式上的关怀。在劝人总斗碑后面的是一块无字碑，据说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所立。古柳另一边的藏式楼房名为恩觉饶丹，曾经是班禅堪布会议厅，为班禅喇嘛管理日喀则地区政教事务的机构，藏语是那玛岗的官员。于1950年代在拉萨居住的房子后来被拆。仔细看这幅照片，古柳下站满来自居委会的翻身农奴和好奇的小孩子，红旗、锣鼓、毛泽东画像和一层藏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一应俱全。学生红卫兵则站成间隔有序的一排队列，几个居委会的积极分子手拿纸张，事实正在宣读决心书。古柳下方站在一扇门前的几个成年人，形似汉人干部，包括一个短发侧脸的女人，都带着一副监督的神情。许多人手里举着小三角旗，通常写着既有藏文也有汉文的毛泽东语录之类。满地堆放的破铜烂铁、断胳膊断腿的草人，以及一页页撕破的经书、一张张彩章的经幡，并不是垃圾，正是从古柳对面的大昭寺抬出的，被当作施救砸烂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这些正在焚烧经书经幡的人，既有学生红卫兵，也有居民红卫兵。火堆中的树枝据说是从唐柳上砍下来的，有些是家家户户房顶上用来挂经幡的树枝。这些巨大的藏式建筑，如格鲁夏、嘎多夏、车松夏，是当年随着大昭寺修建起来以后，在大昭寺的周围逐渐出现的，在过去属于噶夏政府所有，租借给商人和居民。1959年中共进行所谓民主改革后，将其设为居委会、拉萨市贸易公司批发部等单位，也安排有居民等居住。
近年来多被维修或拆建。7、8个年轻的男女学生正奋力地将一个很大的车轱辘式的东西推向大火之中，那是装有许多经文的马力轮，位于大昭寺的2楼上。据说过去唯有昌宫寺等3个尼姑寺院的尼姑可以每年轮流到大昭寺去转动此轮，此刻也被烧为灰烬。藏房的大门上用藏汉2种文字写着八角街的字样。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化为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在寺院里的佛教典籍，分不清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比较中国各地的同一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觉罗啊。这些年轻人依然是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正走在当时拉萨最主要的街道人民路，原来叫做雨拓，得名于路口的一座汉式廊桥，雨为绿松石，拓为顶，指的是桥顶翠绿色的琉璃瓦。从他们行走的方向来看，他们的身后是大昭寺，实际上与前面有关砸大昭寺的3幅照片的场景相同。这些红卫兵在这一天完成了破四旧的任务，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返回学校。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2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2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